中東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美軍星期二恢復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並向多處目標發動新一輪攻擊。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話，美方將取消對途經霍爾木茲海峽嘅船徵收保護費嘅計劃。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白宮會見伊拉克總理期間，向在場記者解釋點解取消向駛經霍爾木茲海峽嘅商船徵收20%保護費嘅計劃。佢表示，同中東盟友商討之後，決定撤回收費，改由海灣國家增加對美國投資同埋貿易合作作為補償。We were doing it as a reimbursement. The Gulf states are going to invest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 very satisfactory to me. 美軍已連續3晚空襲伊朗。CBS 引述美國官員證實，軍事行動星期二仍然持續。伊朗國營電視台報導，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嘅格什姆島遭導彈擊中。伊朗據報亦發動無人機同埋導彈攻擊，至少擊中霍爾木茲海峽3艘船隻，並向美軍駐巴林基地發射導彈。印度外交部表示，已經召見伊朗駐印度大使館人員，就2艘商船喺海峽遇襲，造成1名印度船員死亡同埋多人受傷，提出強烈抗議。喺美國國會山莊，特朗普已經按戰爭權力決議通知國會，美軍已經喺7月7號恢復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不過兩黨部分議員正推動立法，要求總統若對伊朗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必須先取得國會批准。Which works for a short time, but does not work in the long run. We will continue to use every legislative tool available to end Donald Trump and the Republican reckless and costly war of choice in Iran. 參議院民主黨今個星期將推動表決一項新法案，限制總統未經國會授權對伊朗發動戰爭嘅權力。